好，大家好。今日咧又係我哋三座動力咧天鵝夢嘅網絡 K 歌時段啊。咁今日咧嚟咗一個好朋友啊，我哋介紹下先，浪漫乜嘢？浪漫啤梨，浪漫啤梨哥啊。咁咧就阿啤梨哥咧就識咗佢一段時間啦吓，咁大家即係有啲點講咧，即係思維上啊。咁大家可能係即係同年代嘅60年代嘅出生嘅人啦，即係大家講嘅嘢一講就明白，一講就明白嚇，所以就係冇辦法啦嚇。同階段嘅即係同齡嘅成長嘅人咧，都有相同嘅一啲話題嚇。咁特別有時好似網絡 K 歌咁啦嚇，我哋有時每一隻歌都會勾起我哋一啲即係年輕嘅時代嚇，一首歌啊一個片段。咁我成日講話一首歌一條女嘅，我講笑嘅啫。阿雲哥係好多女。咁呢樣嘢我就唔敢講啊！但係我細個咧嗰個時代咧，我阿嫲啊，我一帶女朋友翻屋企咧，佢就亂咁講。阿娟明明佢叫阿娟，佢叫咗阿雲啊，明明阿雲佢見咗阿常，好大鑊㗎，你知道咁樣。因為見得太多啊，記唔到咁多。記唔到啊，老人家唔怪得佢啊，講笑啊！好，咁我哋阿啤梨年代歌第一次嚟啦，咁我就同阿啤梨咧就唱翻一隻咧，即係我哋嘅年代嘅歌啊，咩歌啊？阿啤梨哥，你話音樂就起啦，你嚟，你先啊，好啊。心係着緊十秒間分得了雪英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沒淚痕，輕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貧，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任你怎說，安守我本分，始終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別人。遇上冷風雨，又太認真，自信滿心裏，休理會諷刺與質問，笑罵由人，灑脱地做人。俾啲掌聲先，謝謝各位來賓。好玩啊！係，多謝。好似去咗紅館咁啊！直情係啦。受了教訓，得了書經的指引，然而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分數，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沒淚痕，輕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貧。是錯永不對，真永是真。任你怎說，
安守我本分，始終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誓言莫冒犯別人，遇上冷風雨又太認真，自信滿心裏，休理會諷刺與質問，笑罵由人，灑脱地做人，少年人灑脱地做人，繼續行，灑脱地做人。掌聲先，多謝多謝。咁咧，正話阿啤梨哥，浪漫啤梨哥，我哋唱嗰時咧，我哋唱嗰時咧，你有冇發覺咧？即係有啲好似時光倒流咁樣，有，即係一下子網絡 K 歌嗰個回路電波啦，帶翻你去我哋後生嘅年代。嗰段時間我哋做緊咩咧？呢隻歌流行嗰陣時，我哋做緊啲咩咧？係咪啊？不斷喺度諗緊呢樣嘢啊！年青啦，同埋又可以唱得好好咁咯，可以，即係啲儀器啊，等等嘅嘢，幫我唱得更加發揮信心。OK，咁你以後多啲嚟嘅咯。一定啦。咁啊，帶埋合府統，即係合府統請嘅喎。有時帶阿嫂嚟玩下，帶埋你啲女女嚟玩下，即係錄下呢啲咁嘅，真係好有家庭樂㗎，係咪？係啊。增進嗰個家庭嗰個融合嘅，一定啊！兩夫妻同阿嫂呢隻歌啊，你嘅死仔，你嘅死佬啊，後生時成日唱隻歌溝我，而家唔唱俾我聽。啲女啊咁啊仔啊一齊唱。你小心啲喎，呢個直播呢個冇問題啊！呢個直播喎，應該翻去今晚要頂壇冠啊！係嘛？好啦，咁我哋下一隻歌咧，咁啊就俾阿浪漫啤梨哥啊，因為今日佢嚟咧，佢就係客人啊，佢就係主角啊。咁我就陪襯嘅啫，今日嚇。唔係啫。咁我就總有你鼓勵啊，因為總有你鼓勵。一齊唱啊！好啊，等你開下聲啊，應該你哋獨唱噶啦嚇。好。總有你鼓勵。喺度係。邊度？呢個歌我就唔係咁記得噶啦，唱得唔好啊。試下啦。好。你做倫永亮，你做你個唱，你覺得？你先啦。嚇？我先啊，好。因為我聽翻啲印象。別離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漸細，在消失的那刻，方知過去這關係。再經不起這風雨沖洗，別離日，夢王蓋已關閉，夜雨中他將身份代替，為他舉起傘子，這我眼淚的淚，信息但竟已取走了一切，誰叫我這晚竟會跟你相遇，兩心正好枯萎，誰叫我這晚竟會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聲盡頭後，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關係，熱情就算枉費，友情同樣美麗，讓無盡戀意回歸，也許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計，但是我總會找到你鼓勵。熱情就算枉費，友情同樣美麗，恨愁用歌聲代替。掌聲在哪裡？謝謝。好唔好玩？好玩。玩一次，開心幾日，澎湃，係嘛？未來夢就如世界一切，
沒有一些東西可預計，但始終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勵，再不必將我的心去關閉。誰叫我這晚竟會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誰叫我這晚竟會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聲真湊口，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關係。熱情就算枉費，友情同樣美麗，讓無盡戀意回歸。也許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計，但是我總會找到你鼓勵。熱情就算枉費，友情同樣美麗，恨愁用歌聲代替。也許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計，但是我總會找到你鼓勵。熱情就算枉費，友情同樣美麗，恨愁用歌聲代替。多謝。呢個假嘅李國祥，假嘅倫永亮，所以唔係唱得好啊。玩啫嚇，我哋 OK，即係我哋開心。唔係歌手，係又唔係歌星，唱得唔好咧係應該嘅。唱得好咧，咁啊大家喺屋企同我哋鼓下掌，同我哋一齊唱，鼓勵下我哋，好冇？好。唔好踩我哋台，因為我哋真係唔係歌手，又唔係歌星。係咁我哋娛樂下啫，大家。一來娛樂下啦，咁二來我哋係推廣呢個網絡信號回路電波嘅一種精神文化，就希望可以利用網絡電腦嘅科技嚟提升帶歡樂啊！咁最主要係提升我哋大腦嘅一啲淡忘咗嘅記憶。我哋呢隻歌衝擊下個腦啊！係啦，咁正話唱緊隻歌嘅時候，我都係諗緊呢隻歌係幾時嘅咧？我有啲咁嘅印象嚇，但係真係諗唔到呢個好有啲模糊嚇。呢個片段80年頭啊，係咪？80年頭，唔係啊，80年頭乜呢隻？我諗下先，李國祥應該唔止噶啦，應該後啲嘅，即係仲有70幾你先。唔係，應該八中係嘛？80上下啦，係啊。80年代中嘅你應該，因為80年代頭咧都係關正傑啊、許冠傑啊即係嗰批。明白咁係歌手嘅好似係。即係佢哋都係嗰陣時冒頭咯，開始。咁呢一紮咧就應該係80年代中期。如果講起佢而家都70幾啊，或者關正傑都70幾嘅。70幾到80年頭嘅，跟住就譚詠麟、張國榮，跟住後尾四大天王咁樣。陳百強係咪啊？陳百強咁啊，甚至乎絕對空虛嗰扎。華哥啊，唔係咁記得㗎啦，唱得唔好啊。試下啦。阿華哥啊，一剎那，光輝唔係代表永恆啊。咁其實咧呢個幾廿年前嘅一個話題咧，一句嘢就一句説話就一生㗎啦。係啊，即係所以有時喺高點跌到低點，可能佢個意圖唔係咁即係我聽講就話當時候有個女仔咧，佢想講埋下邊嗰半句，嗰個女仔就打斷咗佢，即係窒咗佢，即係佢話。一剎那光輝唔係代表永恆，但係咧希望咧，即係呢位歌手可以保存住呢份永恆咁樣。佢想講埋落去，但係嗰個隔離嗰個司儀咧就打斷咗佢，驚佢就講錯嘢咁樣，繼續講錯。係啦，所以就係有時即係用詞好緊要啦。有時真係佢可能個本意唔係想咁樣，但係。你知道人性係好麻煩㗎啦，當時候嗰啲歌迷 fans 好似黐線咁啊！哇，張國榮啊、譚詠麟啊，大家喺度鬥，大家喺度鬧，就好似而家個社會咁啊，係咪啊？一模一樣，互相攻擊啊！互相攻擊嘅，所以我哋需要從呢啲歷史
我了解我哋嘅人性各方面我哋多多包容啊。但係有時係包容唔到嘅，唔啱就唔啱，錯就錯，對就對，冇辦法拉埋一齊嘅。因為呢個係一個世界，我覺得係黑與白相對論噶嘛。錯對黑白是否做唔做？咁啊係咪？你點拉埋一齊啊？但係始終都有包容喺裏邊嘅，要始終都要大家有啲嘢包容下啦，係嘛？同埋其實嗰剎那都係好小事啊，唔需要咁執着啊，或者係將件事化大啊。咁呢個世界嘅一個規律喺度咁我哋即係作為一個香港人啦，即係咁多年聽，哇！香港人點樣素質好高啊！我就應該即係提醒下啲後生仔啦，你哋玩歸玩啦，盡量就係唔好破壞成個社會嘅秩序啊，唔好講粗口啊，唔好影響到人唔好打人啊，斯文啲係嘛，表達係咪？係啦，因為好似同阿啤梨哥，我哋都年青過嘅。我哋都知道呢個年青時候每個人都血氣方剛都係熱血嘅，一定係係咪？一定有但係我哋從來都唔會話希望破壞社會唔好傷到人唔好傷到人影響社會咁而家網絡發達你諗下網絡發達，你哋聽見你哋都係鬧人阿媽嘅。而家自由度好高啊，比以係咪啊？更加都。我哋細個一鬧人阿媽，我哋唔講鬧人阿媽嘅，我即刻開拖嚼你噶啦嘛。係咪啊？一問下我媽係呢個我係最反感嘅，我唔最憎人講粗口嘅，你知唔知啊？即係唔需要係咪啊？鬧唔使鬧埋。你一日打佢，你唔好鬧人阿媽啊嘛，係咪先？我哋細個都係嘅，你一鬧我媽，我唔嚼你，我唔會鬧你阿媽嘅，我開你拖嚼你同你講所以你哋咧，譬如你哋爭取你哋嘅嘢嘅時候咧，因為好多傳媒好多啲記者你哋唔好講粗口啦，呢個真係好影響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形象知唔知啊？讀咁多書你講粗口係咪啊？忍下唔好講粗口好唔好啊？你呢班僆仔聽下話啦，好唔好？OK， 我哋繼續我哋嘅網絡 K 歌咁阿啤梨哥咩歌接落嚟揾隻呢隻歌你獨唱噶咯你 K 邊隻啊？邊隻好多隻啊！係隻得噶你點啊？你點啊？你揀啊！有誰共鳴啊？好啊！咁你自己嚟噶啦呢隻好啦，多謝你。唔使多謝我刪咗個咪先有誰共鳴？準備好。抬頭望星空一片靜，我獨行，夜雨漸停，無言是此刻的冷靜，笑問誰肝膽照應，風急風也清，告知變幻是無定，未明是我苦笑卻未停。不信命，只信雙手去撫平，矛盾是無力去暫停。可會知我心裏困倦滿腔，夜難靜。戰鬥，我知我實在難受，問誰願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後，
心裏之中我擁有，前去亦全力去尋求。風也清，晚空中我問句聲，夜闌靜，問有誰共鳴？諗起咩回憶啊？俾你呢個少年回憶啦，少年回憶啊！有誰共鳴啊？孤單中戰鬥，我知我實在難受。問誰願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後，心裏之中我擁有。全力去，亦全力去尋求。風也清，晚空中我問句聲，夜闌靜，問有誰共鳴？風也清，晚空中我問句聲，夜闌靜，問有誰共鳴？好，我哋俾啲掌聲啊！俾你多謝講。多謝，浪漫啤梨，多謝。一隻好多香港人嘅陪住香港人成長嘅歌曲啊，有誰共鳴啊？嗯，而家嗰啲人都係希望有誰共鳴嘅啫。咁好似我哋推廣呢個網絡信號回路電波，都希望有誰共鳴。係喎，真係可以帶俾我哋一啲美好嘅片段，生活嘅片段啊。咁主要係利用呢啲片段嚟加強我哋大腦嘅一啲好嘅記憶體，嚟對抗一啲情緒嘅問題啊，唔好嘅記憶、唔開心嘅事情啊。甚至乎而家嘅年青人做緊呢啲都係希望有誰共鳴嘅。係啊。包括政府嗰啲都係啊，修例都係希望有誰共鳴啊，但係我哋唔共鳴，全部都唔共鳴，共鳴唔到啊，咁大鑊啊！係啊，咧咁啊，阿啤梨哥做咩歌？仲整嘅咩歌 K 啊？晚參年啊！兩個細蚊仔啫，我睇唔到。係啦，你都睇唔到啊？我攞嚟擋一擋老花。唔係啲彈咗噶啦，扮下嘢，做下細蚊仔嘛，兩個細蚊仔。你咩歌？好啊。幾月風雨得唔得？好啊。好啊，記唔記得？唔得啊，有你喺度啊。好。我都唔睇過。呢個係何文先生嘅一隻。無言輕倚窗邊，凝望與世急也亂，似個風寒，滿肚不結，怒罵着厭倦。徐徐呼出煙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幾許風雨，我也經過，黑黑到目前。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消不滅？看透世態每種風雨，犧牲也磨滅。身處高峰上，盡與斯興風的加冕。偶爾碰上了急風暴分未凌亂，心底之中知分寸。差一線，披荊斬棘的挑戰，光輝不倦斷。悠然想起當天無盡冷眼加淬煉，正似風雨每改變，現實盡體現。務求一生光輝，遺忘鬥志不會斷。見慣風雨，見慣改變，盡是作自然。呢隻歌咧，我最中意就係最後嗰句。見慣風雨，
見慣改變，盡是作自然。至於太唔得啦，咩都係。其實每隻歌咧都有一兩句係比較，即係令到我哋比較共鳴嘅，刻骨銘心啲嘅。有兩句歌詞特別提醒啊！嚟，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態每種風雨，披身打我面，身處高峰上盡與師兄風的加冕，偶爾碰上了急風，步伐未凌亂，心底之中之分寸，得失差一線，披荊斬棘的挑戰，光輝不眷戀，猶以推窗的天雲漸散去，星再現，於是飄斷似我的臉，熱淚聚滿面，然而不死春天，全賴暖意不間斷，似你的臉叫我溫暖，伴着我步前，似你的臉叫我溫暖，伴着我步前。幾許風雨回首，多謝，好有意境嘅歌㗎。每人都有幾許風雨。係，嚟呢掌聲啊！多謝啤梨歌啊，浪漫啤梨歌嚇，多謝多謝，好玩咧！好玩。一唱嗰陣時，我哋即刻後生晒咁覺得，即係好似返到還童，喂時光啊，即係倒流咁去翻以前嗰個年代嘅心境，係咪啊？40年前，係嘛？你留意下，每次你一玩完咧，玩一次咧，你真係開心幾日嘅。如果你時間玩得更長咧，你玩一次可能開心1個禮拜，開心2個禮拜咁樣嘅，所以枕住玩，好犀利啊！回復青春啊！即係呢一個係真係研究咗10幾年嘅一個網絡嘅，因為我係好早接觸網絡啊，咁我用網絡咧又做過生意啊，做過即係利用個網絡做過生意啊，創造咗一啲奇蹟啊，咁同埋咧最主要係希望可以研究呢一個網絡信號回路電波咧對人嘅大腦一啲激發一啲大腦嘅一啲正記憶啊，一首歌一個片段嗰時候，哇！喺嗰時後生嗰時，同緊邊條女啊，溝緊邊條女，俾邊條女溝啊！一般都我都係俾嗰段時間俾邊條女溝啊！你知唔知啊？唔一定係啊！啊，細個我唔帶多啲歡樂俾人啊！係啦，即係諗翻起呢啲好開心噶嘛，係咪？咁有時我哋睇到啲，譬如即係以前嘅細個啊，啲老人家成日同你講佢細個點樣點樣，其實佢係想諗翻起佢細個一啲回憶啊，冇錯啊令佢開心啊一啲分享啊，分享嘅同你分享啊。咁有時我哋細個唔知道啊嘛，同我講啲我都唔知嘅嘢，因為佢都有童年噶嘛，係咪啊？係嘛，甚至乎佢警惕啦，或者覺得呢樣嘢唔啱啊，因為佢做過啊嘛，咁佢話可以提示下我哋咯。啊，仲有咩歌啊 ？K 啊，俾你歌。念親恩啦，念親恩啊！嗱，呢隻歌你好好唱啊！爸爸媽媽都唔喺度啦，啊，好好唱啊！所以紀念下佢。嗱，咁呢首歌咧就俾你就係諗下唱嗰時諗下爸爸媽媽對你嘅恩情啊咁希望即係你都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嘅子女孝順自己，但係你先要孝順你嘅爸爸媽媽，一個行為身教榜樣，甚至乎唔一定會孝順嘅，即係唔好做多啲傷害人嘅事啊等等啦，咁啊已經即係對佢有啲孝順噶啦，因為佢唔需要擔心你。係啦，最緊要唔好俾父母，特別媽媽，因為我細個係即係好曳嗰啲，由細到大好曳嗰啲，即係俾媽媽擔心咗幾廿年。嗱，咁我即係有一日當我有自己嘅細路仔嘅時候咧，突然間反省咗呢樣嘢，哎呀，原來我媽咁錫我，我老豆老母原來咁錫我嘅，原來先至發覺到父母嘅恩情係好大嘅。嗱咁啦，俾你歌呢隻歌就俾你回味一下啦，對自己嘅爸爸媽媽嘅一種思憶
感恩，好冇多謝你，啊？咁你好好唱呢隻歌吓。好多謝你。 OK。長夜空居使我懷舊事，明月落相對連母親，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懷念怎不被莫禁。長夜空居怎冷夜半日，遙路遠。 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親恩應該報，應該識取孝道。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旁，輕彈曲韻夢中訴，長夜空。 怎冷夜半日，遙路遠，逼愛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長夜空居使我懷舊事，明月落相對連母親，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懷念怎不被莫禁。長夜空居怎冷夜半日，遙路遠，逼可是我心。 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親恩應該報，應該識取孝道。唯獨我離別無法為親旁，輕彈曲韻夢。 長夜空居怎冷夜半日，遙路遠，逼我是我心。父母親愛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裏問何日報？ 多謝，好高分喎，兩個 S。係咪㗎？係啊，咁犀利，入晒咪喎。多謝。咁以後咧就即係，喂 ，hello， 哇！我哋嘅浪漫骷髏頭嚟啦，攞張凳入嚟坐下先。誒，哇！今日好熱鬧啊，三個人，有冇3個人唱嘅歌啊？有。啊 ？T 仔，我叫佢唔好過嚟，俾佢瞓多2日先。 啊，係啊，我就係想停一停。